深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，爱要转来，流浪啊，心情无意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，流浪啊，错点转来改差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啊，心情无意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，流浪啊，错点转来改差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哦，Ken，今日出緊夢啊！咁撚要啊？你機個老闆唔俾種啊！哇，懵啊，係 Jimmy 啲亨利睇中你啦！哦，結果仲失顧咩？死囉嗦啦！你猜都頂公送來啊？有冇人有登木膠啊？你個某呢個自大狂！你手到咩啊？三隻紅魚啦！解點啊？係咪想空起來啊？林小姐，这是你的房间，希望你会满意。这个月呢，我会在这边工作，所以呢，有格调的地方啊，是我灵感的来源，这也是我最重视的。灵感？你是作家吗？这不关你的事。是。我呢是在网络上看到你们这新开的音乐主题民宿，还不错啦。谢谢，希望林小姐能够满意我们的服务。请以后叫我安琪小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你可以先走了。是。太子，你偷做乜嘅啊？阿春，你泡鬼斧的奉茶，你泡俾個同學做乜嘅啊？拜託，你咪觀察一下銀行，佢貴姓嘅名牌，看起來都夠有氣質。你知道佢會飲奉茶咩？黑魔點乜嘅啊？不好意思哦，请问可以给我一瓶矿泉水吗？因为啊，我只喝矿泉水，其他有含糖分、碳水化合物的饮料，我一律都不碰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可以帮我换一床全新的床单跟枕头套吗？这些都是新换过的，没人用过。是这样啦，因为我喜欢呢用刚熨烫过那种感觉热乎乎的床单跟枕头套，所以拜托你换一套新的，谢喽。好球嘛个虚症啊，根本就是机车嘛。拜託，你咁點咪該按照父母吃鬆啊？父母要點贊助要幫銀行滿意嘅啊。啥都滿意，那有可能啊？係講要去 KTV 打工就啲哦，嗰邊嘅銀行領導就比佢機車駕駛批嘅人都有呢。阿 K， 你家家希望睇音樂啊？好啦，啲你啦。唔抓住到你嘅無奈啦。所以呢，知道你講埋，咱全家咧推劇，因為我家己本身捌青梅過嘛，我家己捌拄過嘛。現在是怎樣啊？我嘛會當足深深的。看未清，看未明，甚至無看的，會痛苦甲無奈。所以呢，我知道這個白來種，第五種叫做白下種的白來種。小楊，你有冇空才去買人叫啊？我知我咪病嘅，又係冇病嘅。乜嘅病得唔病？阿你哥，有人下來呢。真嘅
行迄家诶。嘿嘿，众生吼可以死的啦。跟唔对啊，莎莎人唔下，我嘅同事送到间风度啊。哎，等下，应该吼，迄个人面上要注意，但硬到两班服务生抢下落去啊。我行实行啦。来。请进。小姐你好，我呢是这里的老板，叫我阿磊就可以了。叫我安琪就可以了。哎，既然老板来了，你这儿既没有电视，又没有按摩浴缸，就应该在网页上说明啊，否则像我们这些顾客啊，就感觉到被欺骗的感觉。安琪小姐，这个没电视呢，是因为要让都市忙碌的旅人来这里放松心情，好好享受一下乡村的乐趣嘛啊！那你倒说说看，你们这摇滚屋放的音乐怎么会是卖药的广告？不好意思，一定啊是 CD player 出了点问题，我马上去调整啊。小姐，这些水果请慢用。放着吧。喂，这太夸张了吧？这咬过的苹果也给客人吃啊？阿 K， 摕花痛后恁搞错冇？是哪句？阿个有痛咬啊，我一句都还是可的。叫种田老师搞的苹果，用到也比啊。哎，唔买嘛来买啊！哎，条是苹果人拄做样啦。讲下你那你咋笑咧啊？讲啊，是大狂啊！我讲啊，我讲啊，因为看唔到清楚啊！哎，你讲啊，懂事啊！讲啊，讲啊，你。叫你们不要打了！你们看，这是我从奥地利买回来的水晶羊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安琪小姐，希望你下次可以再度光临我们茶客。哎，我会煮拿手的菜给你吃的。那等我下一次再从奥地利买新的水晶，才能回来再让你们摔啊！哎呀，安琪小姐，不好意思哈。不用再道歉了，我倒是劝劝你们啊，好好的管教一下那些又没礼貌又莽撞的孩子们，知道了吧？谢谢指教。不好意思，安琪小姐，水晶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，不用道歉了。司仪先生，走吧。不管黑了，没事情。煮好食。有好吃，你不会是爱吃？老爷，煮好食嘅。因为太子，查克董某简单有银行来，唔怎么甲一路阿 K 计较，喊到银行面条钱上大。拄过去治大狂啊！佢比你较细，都无法通勇气哦。查克连蛮无生理咧，迄讲消息传出去，太子甲讲安尼也变个快发，马上讲到了必带啊。俺又没调时间，都怪阿 K 啊！佢哦，生件咧莫名其妙咧。明明我本日合适咧果子，佢连问都唔问，都做伊哪去个啊？含死咧以后吼，佮变到转去，生件咧清高分咧。我想佢唔係调试的啦，太子，你冇控制一下情绪啊，你才会发气的啦。
样个啥？宁夏本来建造咧，阿瑞哥等下听说要建4家啦，无听说要留人去唱啦，都了切。我看，叫为了我收独体，高晓讲，社会独体应该收，看你还优秀呢，你应该收吗？哈，阿 K， 竟然敢我先老师空起来？你会按用板空呢？迄么，你先空起来，唔好帮阿瑞哥发现。你做得空起来？删除，我头摆都空到删除度。拜托，你删除个东西动到诶，根本冇法度空落去啊！迄，你先空来个删除好咧。见派黑毛，去打谈换台长。阿瑞，阿瑞，原来迄影响哦。你得了群人，做人爱间房做乜嘅啊？哈哈，真神奇诶！我听过人讲，从国外对罪，今日向个体育牌听人讲，弹吉他来为对手哦。真有乜吼？你敢知又买对手？因为你报电咧。唔错。因为我无印象，伊去听吉他，假使无印象，佢弹起来都无意思。无意思呢，佢都唔要听吉他，佢都会扮痛水。甲你嘛该关系咯。我想去问亚条啦，伊就民宿嘅服务生，咁为了4个2个送本银行。敢要伫银行嘅面前上大咧？敢要留准备好嘅摇滚音乐 CD 变做卖约搞嘅广告咧？你知道亚条留无掉音响嘅听吉他，系咪强样就会扮痛水咧？假使亚条要做一只扮痛水，我甘愿做一只对水嘅乐手。哎呀，比亚都够开心。阿瑞，唔好搁讲的啦。哎呀，好嘞啦，连你老查克的摇滚屋改做流氓之家，也都吃到用了。你办公后，本来吓到呆呆。阿瑞，阿瑞，错，因为爱哦。阿瑞，唔好欠啦。来摸啊！跟你妹不是按背心吗？你就得天魔欠命之路，事情吼一定会解决的。民宿的生意刚开始，总会遇到困难，莫拉到安尼就一种失败好冇？来弟啊，失败都会成功之母嘛。错啊！失败就会成功之母，请我人太是甲向我打拼，听错会成功的。来等一下，为老小朋友好好嘅沟通。哎，晨晨啊，你敢知摇滚乐的意思啊？啊？摇滚乐？摇滚乐是一种综合的音乐，其中呢有乡村音乐，还有布鲁斯、
跟民歌的结合体，所以呢，它在面对任何一种音乐的结构的时候，都是有相容性的。鼓手呢？鼓手，应该没吃到安尼的民俗，就像摇滚乐一样，嘛该拄球嘛。安尼的服务生要真有特色啦，有的是乡村乐，有的是民谣。其实啊，我并不担心他们的相容性，因为他们会创造出自己的和弦，互相协调，彼此宽容。鼓手啊，下礼拜行到面对无腔样言客，都要表现出因当的柔的面貌了。也三人久久都有几特别的想法，也一样道理的。你唔会怪小朋友留给人下欠照咧吼？哎，摇滚乐真给你懂神奇诶！哎，你多大很原谅小朋友咧么？哇，阿春姨，今本嘅菜色真澎湃哦！咁话嘅葱油嘅人下会来啊？有，嘿，迄盐的人客同心上。吼，阿春姨小爱哦。哦，吃饭了，不是摇嘞。哦，来，吃饭。好嘞，是啊哈，啊，根本日啊，演的民俗，人家第一日啊，听说会开的哦，阿水啊要做韩较多好食的菜哦，吼，大家是，好，来，唔过阿春姨，我都根本日老人合做咧。哎呦，冇遐个事情啊。第一年咩，总系较无闲啊，去说北剧的啊，太子家唔识行啊吼，爱继续加油吼！错噶，根本哦，大家就做得真好。先生呢，从来就唔伫太子嘅屁蛋做得这里都按平按浪，还有新米啊，在太人下真劲清楚的哦。阿瑞，唔讲干黑么啊？素梅啊，你的咖喱饭迄根本人还按唔出来嘛？是咪啊？你唔系已经安排好民宿的工作分配咩？拿出来啊！素梅啊。以前哦，冇生意做过咖喱饭啊，你米线哦，唔会说饭料太重，真劲很好食咯。新米这里嘅工作分配，大家做得早点做冇啊？爱做点。我们我也是。做得啊。大家都按晓得，根本伊嘅失败无变到习惯度。为将个失败转作动力，按用咱为电团局鼓点都用，对冇啊？对。哦，该失败，素梅啊，该出来散步了。阿里哥都该对印尼不阿，机会了印尼冷战啊。干用个啥？好嘞，唔是笑，来吃饭，来吃。还没吃饱嘞，还没看我来散步啊。过嘞，通信上也还有马毛血，3公斤是饱嘞啊。你还讲？好嘞，莫讲嘞，吃饭。哦，吃饭，吃饭。喂，阿瑞，你唔系几件原谅记掉诶？鼓手嘞？
见条甲他用无安慰记着诶。记着行迄生人呢，生人的心灵依脆弱，真需要鼓励的。你啊在发，你们拢系顺便讲过了没？家有必要再讲一遍。明弟哦，记着蔡依的迄个想法，无心仪妹唔会主动规划好搭上一个工作吧？蔡依哎，家到运动蔡依的迄查课，唔免蔡依眼怎错啊？太子家要去上个技术大强下哦，搭上人对上嘛，另外自家咩迄啊？古说技术三盲打拼就做得迄么？啊无咧。个你等下转去做的小电工出条家给刘发么？哎呦，有爱心听管你，听说会喊卡咪好音音啊！哎，唐先生，你大摆有蛮多爱用照出来强来啊？啊？爱用几条细过的，咁样无非你得反强来啊？你想太多啦！再见。哎，我都要靠你不你反强嘞！鬼车你就冇可能。哎！做乜嘅人结通啊？哎，你真嘅冇靠你哦？冇啦。你谁啊？橘子，你打扮成这样，你要去喝喜酒啊？哎呦，哪是喝喜酒啊，是喝小酒。走吧。走去哪？我知道啊，你们民宿第一个客人被小朋友气跑啊，你心里一定很闷吧？不会。哎呦，在我面前不用隐藏自己的情绪啊！走啦，我们去 pub 听听音乐，喝喝小酒，解解闷呐。你看我们穿情侣装，很配的呢。pub， 这里哪有 pub 啊？哎，我可不要去那个什么欧丽莎唱卡拉 OK 的地方。不会啦，开车很快就到啦。走吧。BMW。橘子啊，你这个车还真是炫。很拉风吧？当然拉风啊，这个窗户啊都拉不起来，待会肯定风很大。哎呀，你真幽默，我最喜欢幽默的男生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帮你留意一下，这个全村里啊，谁最幽默啊？当然是你啦！走吧，我们喝酒去。喝酒去喽！阿磊，你连开车都好摇滚呢！哎，是你的车比较摇滚吧？香车美人呐！你要知道，今天的挫折其实不算什么。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啦。其实我之前也有遇过挫折，是吗？我那家杂货店啊，原本差一点点就要升级成24小时的便利商店，结果就在12个月前。12个月前，那不就是1年前啊？对啊，12个月听起来比较遥远。哎，你有没有认真在听我说？啊，有。就在12个月前啊，我遇到了一个男人，他说啊，要帮我盖一间500平的大卖场，再盖一栋200平的大别墅，最后啊，还要去巴黎定制最高级的白纱礼服。哦，没想到，结果那个男的卷了你的钱就跑了。哦，阿磊，没想到那么多年没见，你一直有在打听我的消息哦。嘿，
我才没那么无聊嘞！哎，电视剧不都这样演的吗？阿磊，我跟你说，自从有那一次的教训之后，我就发誓不要再来上老师。哦，别爱陌生人，很韩剧的名字吧？喝酒喝酒。奇怪了，怎么有那么多个阿磊啊？我面前是，我心里也是。哎，局长，哎，局长，起来了！头晕了，那回家。不，左边。走好，哎呦！哎，局长，到了。老鼠喝这么醉啊！哎，下来。橘子，你找点钥匙，快拿出来给我。不知道。来，爸爸给我。哎，你该不会忘了带钥匙吧？可是在我身上，你找我。你身上有没有口袋？怎么会有钥匙啊？没有口袋。哎，那你家里的钥匙哎？丢了呀。哎呦，天哪！算了，先到我家。走啊你！不要乱动！你是喝了几桶酒了？快倒！我上不去。太好了，大家都睡着了，没有人会打扰我跟阿磊。多美丽又刺激的夜晚呢！阿磊，人家好热哦。啊，热哦。等一下啊。虽然一夜情是不好的，但是对象是阿磊，老天爷应该不会惩罚我吧？橘子，借一片睡袍可以吗？哎呦，人家睡觉都不穿的啦。这样不会感冒吗？小朋友们，橘子呢是我们茶课的第一位客人，大家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，给橘子呢要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是。好，大家就照心意分配的工作去做吧，动起来！不用这样招待我。哎呦，我怎么可以这样不招待你嘞？对不对？你是我们第一个人客呢。不过阿干妹啊，大家都是好邻居嘛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钱一定要付啦，不然会出眉头的哈。
我只是技术而已，而且我们是好邻居吧？所以啊，不要这样斤斤计较嘛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啦哈。那这样子好了，啊，你这个住宿费就折抵我在你杂货店赊账的钱哈。那有什么问题橘子姐，请用。要不要换牙？橘子姐换牙膜。原来客人就在你的身边啊！哎，很轻有用的哦。哎，小鬼，要记得写这话，先天数挨到检房哦，点数会害啦。你都冇个啊？没理由啊，都顺山嘛，反正又没事情。哪有事情啊？我日考的，我先做一看书的哦。哎，讲正经的啦，假使你礼拜日考吼，大考都 keep 嘅，我都教你听吉他的基本知识。哎，厉害了！好好读书啊！哎，谁害我？这样不会讲什么？真给没礼貌嘞！心怡，心怡，哎，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什么事啊？我约了一个网友要见面，可是我不敢去见他，你去帮我看一下，看他长得帅不帅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会怕。有什么好怕的啊？电视上不是时常在报道吗？很多人见网友都出事哎，而且你自己也不敢去啊。那是因为我跟他认识很久嘞，要是他长得很丑，我也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啊。况且之后我在线上遇到他会很尴尬哎。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好了。哎呦，你不要担心嘛，我跟他约在泡沫红茶店，不会有危险的啦。而且我就在附近啊。可是你不要可是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帮我去见他，我新买的 MP3 就借你回家1天。真的还假的？你新的 MP3 要借我啊？真的，你去帮我见网友 ，MP3 就借你。好，成交。嗯，哦，对了，他叫刺客伊鲁卡。哦，一杯绿茶。帮我说一下。到底要刷多少几个杯子啊？对不起。当小朋友的时候手脚不是挺灵活的，怎么连这个杯子也会打翻？给用位头鸦片。打翻这些杯子，看你干脆不要做好了。林太太，保养保养啊！太太吼，今天有很多压力啊，佢醫生講咯，哎呦，嗰個壓力了。哎呦，希望熒幕咩？你說吼，看到有唔少係用熒幕做主題吼，就想我來看一下誒。哎呦，哎呀，什麼啊？希望到搞到真歡喜啊！等一下，我會本年哦，要飛個T圖啊吼，你到做啲到附近嘅紅紅嘅老老嘅啊。冇關係啦，反正吼，等本地就會來度假嘅咩？有閒嘅談音樂，到演呢生日頭，離開城市吼，就當幸福嘅。等一下吼，我可以嘅幾亂搞吼，按不條。你要做點心，很好啊，很真呢。阿 K 啦 ，K， 來，聽數，你拿你太太哦，登記哈，呢啲係咁妙咋，唔該計我。係啊，你係嗌殺雞雞。真嘅呢，很強啦，安西就會做名日，奶奶哦，有你安聰明就好咧。一前睇做嘅啊。妹妹啊，幾歲啊？3歲。
很等你想哦。李先生，太太，这样有睡饱，安之先呢？哪一张？老公，唔看记啊，上到安清修，翕者又好，太的吼，听说做得做明星呐。哎，什么呀？先来个领哈。哎，林先生，李太太。我哦带你到去银行的检房啊，暗餐煮好，我会同你送过去啊，哈。来。哎呦，要去讲好你哦，真呛好相处哎。哎呀，感觉特别的有缘分呢。弟弟哦，看到那哆来咪哦，遐欢喜；看到小勇遐欢喜，嘿嘿。这茶客哦，那个像6星级台湾店的。哎呦。什么？你迄唔迄好搞发生乜嘅事情？好搞，冇啊。冇。要迄发生乜嘅事情啊？我那边发生了个事情啊。有乜嘅事情哦？一定要同阿春讲，对冇？阿春姨，我看到个啥人嘞？阿爸哦，佢出来啊！哎，请进。林先生，哎，也迄阿春姨自家做个享誉新米露。暗自这样，属于暗号啊。唔会太甜诶，唔要吃宽呐。哦，好。小荣，做当红让他不做一人工诶，很难听做诶啊，当带你想呢，我想要干嘛一扎？给我自家做个。真的哦，你还说韩神哦，我自家做手工诶，不工诶，反正的吼，啥个都按的你想呢。讲哦。谢谢。今晡日茶客先嘅宁夏，係一對親友3嘅兩公婆。林阿姨幾經往內，我嘅手工嘅人工嘅做到親的寧夏。幾擺糖多便宜嘅往內，才發現自家原來蠻有優點，真嘅係歡喜嘅一年。喜米，你有冇用 MP3 啊？哦，又唔係捱嘅，係米法醬捱嘅。捱大又帶佢嘅 game 冇用要，佢都叫捱嚟台 MP3 意啦。很好誒。小友，你看要台 MP3 功能多多誒，做得彈廣播，還做得看 MV 誒。哦。咪來。芝麻姐，我部語語改正妹，講我心意啊。北华，详细，你昨天怎么一声不响就落跑啊？害我一个人等你好久哎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自己看，那个伊鲁卡传简讯给我，说我放他鸽子，还说以后不跟我打游戏了。对不起啦，要不然我 MP3 先还给你好了。哇，辣妹，你是心仪的同学啊？对啊。奇怪嘞，一样都17岁，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哎，你不要像怪叔叔一样，会吓到我同学。啊！你是不是那个天地雷的主唱夏一雷啊？是货，正是我本人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天地雷啊？我去年去海洋音乐季的时候有看过你们的表演，真的好棒哦！想不到你真的是那个主唱哎，你的歌声很好听哎。哦，原来你有去海洋音乐季啊？对啊，
我等一下要跟朋友去 KTV 唱歌，你一起去嘛？唱歌哦。哎，同学，等我一下啊。喂。阿吕先生，请唔好乱叫我嘅學生嘅哦。唔知睇邊啊？你有咩電影嗰啲做乜嘅？啊，你空啲呢？来，我们来翻开第35页哦。He loves often and much as if leading every happy day。这句话我们的中文意思，请。邱美华，你在找什么？老师，我新买的 MP3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会呢？你会不会借给谁，自己忘记了？我只有借给常心怡过。你干嘛那样看我啊？我昨天已经还给你了。后来我跟阿雷哥聊天，根本就没有拿回 MP3。你跟阿雷哥讲话之前，我就已经还给你了。没有，你没有还我。我有。那你打开书包让我检查。我为什么要给你检查？我又没有拿你的东西。你如果没有拿我东西，为什么不敢让我检查？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啊！你在怀疑我我为什么要附和你啊？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好了，你们俩不要再争执了。邱美华，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，确实不可以要求陈心怡这么做。你这样等于是侵犯她的隐私哦。可是老师，好了，这件事情呢，老师会帮你再处理。我们现在继续上课好不好？ Can you explain what happened and describe the robber? 来，我们这句的意思是说。信，我好心借你 MP3，你为什么不还我？为什么你听不懂啊 ？MP3 我已经还你啦。我今天是为了给你台阶下，所以才说你没还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认为我偷你 MP3 吗？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否则你为什么不让我检查你的包包啊？看就看啊，我又没拿你 MP3，你收啊！哎，陈信，做贼心虚。个咱体缝啊，回来来了的心情就无诶。银行做乜嘅提前转移啊？唔许带散银咩？银行的皮包唔见迄个啊？又会发生那种事情啊？错嘞，是阿姐，差不多系你平常见风度假，你有看到吗？无啊，你冇去看个皮包呀？难怪哦，内底带了2日，就无看到班上银行咯。原来迄个黑店哦。难怪吼，按好心，我送来一只补做的人工诶，那一只人工诶，我一只 LV 的皮包诶，那个生意吼，正经做得火。廖碧太太，请你费斯利。偷我的皮包诶，很爱费斯利，你係買個啥費啊？虽然人家皮包的迄啲檢縫唔見得咧，不過也免自家講咧。你嘅意思係講我答應咯？我冇咁講啊，我請喺水表達，無任何證據嘅情形之下，我講我條嘅黑店。明明就係黑店。此日都入落去第1日，廖碧搭3日都親用心到佢的服務，你沒有看到了？故說你會為到黑店掠幾發費斯利。加咗友善的服務，請係唔好，想去騙你，係唔係愛人哦？無放屁。啊，我唔講啦，內底吼無請警察來吼，迄本也都免治呢。迄本老本人哋哦，也一個民俗吼，迄有切的，賣銀行間爭來了啊。幾多請人就喊警察來啊？即法律來判你。冇攞到眼唔夾喎。好臭啊！有得唔信？對於我哋嘅警方度笑啊！你幾日嘅笑，笑到滿意為止。行去，我哋要寫上我嘅書包。
哦？你同意还同點哦？什麼？人清地位啦？係做乜搞人質？笑啊！希望到笑啊！唔幫嘛個點啊！用我按水，喺度入咗瘋人院，走啦。等下，宋梅，錢。哦。有檢房嘅錢啦，咪嗌掉啦。李先生，李太太哦，按时里哦，当掉做个也冇欢喜嘅。假使真嘅有发现皮包嘅哦，我会天顿哦，基本本人啊。係真件哦，希望等到今日咯，行啦。差唔多明明就係前邊阿姐都該嚴重檢房，竟然個有看到啊！小敏，小敏，哎呦，你那个猪头啊！你那个要检房哦，别说嗨，以后不要再皮包本来啦。啊，乜解？行啊！哎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，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用害怕暂时的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